敬德有韧性的生命，请怎么说？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要来领受上帝圣神所显示咱活命的气力，咱们要来听上帝的话。来，搁一摆用祈祷来听上帝的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你的囝子进入你的圣殿，愿为着阮的人生来做学习。每一摆的敬拜，每一摆听上帝你圣经的话，拢是阮重新反省，也搁在一个你的圣殿伸出双手，领受属天的气力。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祝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。无论阮有意识到阮家己的软弱，或者阮感觉阮安然自在，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点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的生命大大得到圣神同在的气力。主啊，互阮凡事老练，互阮伫主你的面前心窍得到练达，会当看清楚阮所拄着的问题。拄则阮真感动，阮的师会的接受，伫教导中间讲起阮侪人内心的期待，因为真侪时阵伫世间事顶悬，阮毋知影什么种的答案是正确的。主啊，确实是安尼。伫即个世间是是非非、纷纷乱乱，有侪无共款的理由，嘛无共款的道理。主啊，阮到底要听什么？主求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内心，互每一个阮兄弟姊妹，阮真正得到这种的稳定，就是听会清楚，看会到上帝你家己的尊贵甲荣耀。主也因为你的圣神踮伫阮的内底，做阮的保惠师。因为圣神，阮就凡事老练，凡事吞忍，凡事仰望。主求你甲阮三甲之地，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祈祷。今仔日的礼拜嘛是一个生命得到扶持勇壮的开始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咱做伙今仔日来学习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功课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个伫咱人生中间真困难的功课，也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你的内心里问，牧师今仔日的题目讲人生的活命。人生这个字是代表什么？人生这个字是代表什么？什么是一个有人生的活命？人生本身就是抗压力的意思。圣经敢有这种的假释？圣经敢有这个字？确实，圣经无真少讲到这个正确用这个字眼叫做人性。人性，人性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其实就是吞忍的意思。无共款的文化，无共款的圣经的字眼。所以到今仔日，咱要怎样来了解上帝所创造的人本身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刚强壮胆，伫任何事顶悬拢有伊的气力对内在。这是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牧师要邀请咱为着你家己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生命内底有一种的力量，就是上帝同在迄种的安稳自在。咱伫今年内底，咱有几个主题拢甲这个有关系。第一，就是人为什么会看路？咱咧讲起看路的理由。咱嘛有讲到顶礼拜，耶稣的手扶持我就安稳自在。所以，你姊妹，咱逐摆听讲道做礼拜，敢有帮助咱长大成人、勇敢、凡事老练你的生命心窍得到拍开你会当凡事练达。这伫圣经中间保罗讲，我已经凡事老练自在，因为主开我的心门，互阮目睭有看见，我就真清楚知影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阮今仔日的聚会，带咱读的诗的祈祷，带咱的祈祷。既然有阿门的人，愿上帝互咱心中有答案。迄个答案毋是别人互咱的，迄个答案是天父上帝互咱。
兄弟姊妹，我嘛要甲咱讲，这种的能力无简单，连神学院的老师嘛无简单。安尼肯定讲，我今日去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主人民咱，因为咱伫这个世间，咱常常需要眼见为凭，听讲的拢无准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一个有属灵活命的人，咱毋是干那靠听，咱会当真正互圣神伫咱的内底真清楚来感动咱，伫咱的生命顶悬得到这种人性的活命，有抗压的能力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面对今仔这个时代，是比咱的时代的压力甲因由搁较大，恁有同意吗？咱要安怎陪咱的囡仔？咱要安怎帮助咱的囡仔？伫这个时代，来因为信心来建立一个真正勇壮、稳定、有抗压性、有韧性的活命。今仔日圣经保罗所讲，凡事老练，因为通过啥？吞忍就生出恩望，忍受吞忍生出。圣经中间保罗讲的生出，这个字真重要。咱常常忽略，咱敢若想着讲吞忍忍耐安尼哪点？咱毋知影要怎样伫一个困境压力的中间，伫咱的生命中间生出这种的品格，就是自然而然，咱叫做这种的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生出的意思就是圣神伫咱的活命来结果子。我有悄悄甲咱讲，我有想要甲咱讲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旱钱毋惊落土烂”。迄代表什么意思？一种的毋惊苦、毋惊难、忍受韧性的活命。古早人嘛甲咱讲，人生亲像韭菜命，有无？迄是咧讲起什么？台湾人有这种的特质个性，因为咱是一个移民的文化，多数的人移民的人拄到的艰难中间，真侪时阵无古早的祖先通活靠，嘛无家庭背景的势力通活靠。是单打独斗，一个人离开行过乌水沟来到台湾，咱伫遮所追求的是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新的愿望。台湾人所受的要求无争到啥物啦，因为咱若读圣经，咱就知影讲犹太人是一个全世界可能是一个上悲剧的民族，但是4000年来，这个民族因为伫最艰难中间，最的攻击的中间，最的困苦的中间，犹太人伫4000年来养育出一种毋惊死、毋惊难拼落去，因为伊若无勇敢向前，伊就啥物拢无啊！犹太人是一个全世界上有韧性的活命的人。你会问讲，那安尼，因的溃烂对来？今仔日圣经以赛亚41章，伊讲我的溃烂对上帝的手来。顶礼拜咱继续耶稣的手扶持我，上帝用伊的只手扶持我，毋免惊，毋免论的，因为我甲你三甲伫地。兄弟姊妹，人生的活命对什么人来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伫今仔日，咱这段时间，咱求天父上帝的圣神听咱的祈祷。互咱会当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犹太人因养成这个韧性的活命，所以留了真水的信仰的告别。代表的诗篇就是咧讲起，阮的民族是一个捌受吞打，也伫伫努力，伫最400年的埃及中间受尽苦楚。我的上帝是阮的大牧者。带阮伫旷野40年，顶礼拜咱伫迄个耶稣的手、上帝的手中间，咱有解说一个字讲，上帝的手，伊本身甲这个40年有关系，因为上帝的手伫犹太人的文字顶悬。顶礼拜牧师甲恁解说讲，犹太人的字母就等于因的阿拉伯数字，每一个字拢有一个数字代表。我无要去重新解说。因为牧师有真清楚伫周报顶悬留迄段解说的字眼，互咱。总是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若敢若听讲道，
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真可惜。所听遐这，伸出双手，抓住上帝的应允。愿咱伫今仔日，咱甲主讲，主我的心头若有你，我的心头若有你，我就有真正快乐甲平安。求天父上帝做咱伫死荫的山谷中间的导牧者，互咱有抗压性，互咱有能力。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41章第10节，伊讲：因为你是我的上帝，你的确，也即你有相信上帝的确伸伊的手帮助你嘛？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无确信，试看卖，咱的上帝的确用伊的正手，用伊的正手来扶持咱。咱献上咱的耳朵讲：主，我相信，主，我感谢。我要伫你的面前用祈祷伸出双手，我要用手来捧我的活命，我要将我的活命搁一摆重新交予你，因为我的活命是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帮助我，耶稣的手扶持我。顶礼拜时我要搁继续咧唱，顶礼拜时我要搁继续咧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伫伊胸前，仁爱那阴影。仁爱，那亲像上帝用伊伫即时用迄个分条，甲咱压榨，互咱无互迄个炎热的日头，迄个光来伤害咱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灵魂安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对今仔日到将来，永永远远，咱的上帝伊要伸手来保守咱。呀，这是毋是安尼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将这个今仔日牧师所解说这个任性、沦性。任性不是讲随意而为迄个任性，不是。任性是咧讲去论，亲像论命的论，我的生命亲像牛筋，会通扭出来，亲像小提琴的弦。上帝赏赐我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。论性有两种的角度。有的人对心理学、精神的状况来解说这个论性，但是圣经是对人的内心灵魂的健康永壮。无论拄到任何大的代志，我虽然有惊吓，但是我愿意，我靠上帝勇敢向前行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咱的囡仔将来有这种的勇敢的精神，清楚的眼光。有清楚的智慧，清楚的眼光，然后有勇敢的坚持。虽然大家人的讲法无同款，但是我知影，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对的坚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抗压性是一种的力量，嘛是一种的态度。它不是天生的，人的韧性是通过训练的。你捌听过一种的做兵的部队叫做特种部队有无？特种部队为什么我都忍受遐尼困难的环境，犹原坚持去执行国家交予伊的责任？这特种部队拢人中之龙，龙中之龙。这特种部队不是出世，伊就遐尼有特别的能力，是经过特别的挑选、特别的精选，也特别的训练。兄弟姊妹。咱就是特别受精选的人，咱是上帝手中的特种部队，你同意吗？你愿意穿属灵的军装，和圣神伫你的内面，你真做伫这个时代，是就讲是，唔是就讲唔是的人。韧性不是天生的，韧性是因为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因为你抓条上帝手。上帝要成就你的力量。第二，人性的力量是通过环境的操练，在绝望的中间相信上帝。第一是相信上帝，第二上帝互咱开咱。所以今日圣经罗马书第5章，兄弟姊妹，根据讲罗马书的第4章17节、18节，今日你就去要你用这节的圣经讲阿门，因为
17节咧讲起，阿伯拉罕的上帝是互死人搁爱上帝。阿伯拉罕的上帝是人伫绝望的中间永远坚持的信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哪做礼拜，哪有智慧，但是毋是对这边听，对这边出去。有一个信仰的老师，伊讲，真侪基督徒所听过的道理，真紧都无去。真少人将上帝的道理深深藏伫伊的思考的内底。爱做一个有思考力量的基督徒，爱做一个有思考习惯的基督徒。咱所听的道理，爱亲像上帝将迄个话写伫石头顶悬，藏伫你的手中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有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恁会快乐加天。无论环境、人生拄着什么样，无惊吓，勇敢向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人生这个力量是对天来，不是天生的。人伫艰难的中间，经历了上帝的同在，才有法度写出迄句讲：伫死荫的山谷，你嘛甲我三甲伫地。咱的人生就是咧经历着，人若家己有能力的时阵，拢毋免上帝，对无？噗噗跳，就咧就去啊！咱真侪时阵咧做决定，拢毋免甲上帝参详，因为你看了，你感觉你要做，你就去做啊！有甚物人是对一生、对少年到年老、大事小事，拢甲上帝认真参详的人？是咱兄弟姊妹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用敬畏上帝、敬虔的心，伫人生中间大事小事，拢静静听，拢静静听。愿上帝伫恁、伫我、伫咱，上好莫互咱艰难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艰难就要生出智慧，生出艱难就要生出韧性，因为吞忍就生出老练。老年就生出恩望，兄弟姊妹，这不是口号，这是一种的人生必然的个性甲活命成长的过程。主帮助咱做基督徒，互咱听圣经会明白，也互咱有一个意愿，相信上帝，因为伊是伫我患难中间永远赏赐恩望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思考。咱倒去，搁重新读这个圣经，咱倒去，搁重新默想今仔日礼拜的经文。愿天父上帝有这个经文，带予你两个信仰的题目。第一，上帝敢有可能赏赐我一份大不垮的生命？无论风影怎样压榨我，无论什么种的攻击安怎，互人拍袂倒的人，拳击选手。咧拼就是拼讲，什么人甲伊先甲拍倒，有无？当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，有个牧师的解说，真做我的帮助。其中一个牧师讲，人生就是一种无法度互人指导的、打不垮的信心。哈利路亚！兄弟，愿咱会堪得互牵啦，愿咱互咱会堪得互黑暗压力的攻击，但是咱讲，我有上帝通靠，我无惊你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伫今仔日，咱问讲是什么种的力量会当帮助我一生不被罪恶击倒，我一生袂叫黑暗收买我的灵魂。今仔真侪时阵，多数基督徒其实拢真相怨，我无客气安尼讲。真侪基督徒虽然信上帝，但是真侪时阵伫真侪选择的顶悬，其实拢用人情摆做头前。这个是相怨啊，毋是用对甲毋对，是用利害关系。今仔日我上好闪，我今仔日上好点点，兄弟，上帝拣选咱，疼惜咱，栽培咱，设立咱。是要做特种部队，要做世间的光啊！咱若要讲话，
圣经犹太人讲，上帝要对石头出子孙来讲话。咱若要讲话，上帝甲咱收回，伊将互咱的特权，伊将互咱的荣耀，伊将互咱的存在的意义，上帝收回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在逆境当中坚强的站立起来。今日我要通过这圣经，甲咱分享几个，要怎样会当将有一份在攻击中间犹原勇敢壮大徛在的能力。咱来读这个圣经。第一，咱要怎样得到一个人生的生命？第一，到咱在任何的攻击，在任何的黑暗，在任何的抹黑，咱拢勇敢讲，无论你怎样讲，我的生命犹原坚持军队，我的主耶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独独只有伫上帝的内面的基督徒，才会堪得拄着魔鬼的攻击。也这。独独只有互圣神保守，秘伫上帝的圣殿的堡垒内底，这种的基督徒，才袂互这个世间最的情欲、最错误的观念，包括收买你的灵魂。因为有人选举的时阵用票用钱就当买着。台湾过去有这种的文化，即摆哪来哪无啊？但是犹原要有啦，对不？兄弟姊妹，你的灵魂价值偌济？今仔1万块都买去啊啦！兄弟姊妹，因为普花1万块就好了了啊！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知影讲，我要做一个不出卖我灵魂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道理。咱伫人情，伫这个世间人情世事有真侪困难啊！所以保罗讲到我好，我拄着攻击，但是我无互伊困苦、白条咧。我会当有一个真自由的感情，真自由的主张。伫攻击的中间，我不为难，不致失望。奉主耶稣的性命祝福兄弟姊妹。咱做基督徒是遮尔高贵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，毋是做假死的基督徒。迄个假死是假甲耶稣基督同等伫十字架顶悬，因为今仔日我活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我活就是基督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是安尼咧用的，信仰也是安尼咧活的。伫到有一日你的子孙，会伫你离开的时阵讲，我的师大人是一个人格者。伫到有一日，你的子孙讲，我的师大人是一个真良善正直的人。我的父母虽然读册无偌济，但是我的父母会晓做人。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伫咱的软弱顶悬有圣神的帮助。保罗伫伊的批内底，伫伊的批信的内底，讲真多真宝贝的话。伊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况且这个是，伊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搁在啥物？有一个讲，一个代志，伫迄个后壁，搁在圣神也亲像安尼，要加做你的帮助。况且意思就是安尼，伫你的艰难，伫你拄着做代志，况且。上帝要伫你的人生中间造就你，你若愿意甲上帝讲，上帝，若你甲我三甲地地，我要跪拜巴力。伫旧约的中间，你讲起有1群人、7,000个人，是因的一生中间不妥协。当一个牧师、一个先知以利亚真孤单的时，伊埋怨上帝讲。今仔日全所有犹太人中间，剩我一个人，哪少的？上帝甲伊讲：你毋通家己看你遐尔重要。除了你以外，我还阁有留7,000个无跪拜巴力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荣幸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拢是这7,000个其中的一个，你愿意吗？
你愿意伫上帝的面前，好好保守你的品格，好好保守你的价值观念，好好保守你伫这个世间是做光做盐，毋是做一个相怨的人。求天父上帝，我毋是鼓励讲恁一定要甲人搭喙鼓，毋是。做一个有主张的人，毋是一定要大声细声甲人相嚷，甲人冤家吵架，毋是。吵架不能解决事情，有时沉默就是一种立场。咱的信仰的老爸，其中一个叫做罗丁马丁，伊为着教会对头，人情世事的教会。罗丁马丁站出来讲，教会不应该是安尼。伊写95个理由，搭伫礼拜堂的门口。后来教宗甲伊讲：“你来教，你来罗马讲我清楚。”伊徛伫众人所有的大主教的头前，伫教宗的面前，伊讲：“请 Pope 信仰的老爸教宗，你用上帝的话甲我讲。”我什么所在做唔对，请你唔好用这种的官兵，叫我一定顺服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是对安尼开始的呢。耶稣定伫十字架，罗丁马丁嘛安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信仰无随便，信仰真深，但是嘛真简单。真深的意思就是上帝话充满智慧。真简单的意思就是你讲我愿意，安尼尔。当你讲我愿意的时候，你就读圣经读有；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常常有感动。上帝要将好的感动放给你，兄弟姊妹，会当真困难，嘛会当真简单。愿天父上帝圣神赏赐你力量。今日圣经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，主耶稣亲自将这个力量赏赐给所听兄弟姊妹。咱虽然草地教会，但是毋茫有一日咱抬头挺胸，伫正教会中间，咱做对的事，行对的路，讲对的话，好不好？quand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今仔日用承认家己的无够格。咱甲主耶稣讲，我需要你，求你赏赐我力量甲开展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的圣神进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的心内，互咱脱胎换骨。这个信仰会当互人脱胎换骨。你爱愿意，因为你若无愿意拍开心门，耶稣永远。毋是无能力进入你的内面，伊袂勉强你，亲像讲道互你听，你若无愿意听，你嘛听袂到。咱的上帝对起头就决定无要为难人，所以上帝赏赐亚当代表全人类有一个叫做自由意志。上帝伫人类的生命中间一个足特别的特质，因为伊要做上帝的囝，伫这个世间代表上帝。所以，上帝予伊的囝有绝对的自由，选择伊要做甚物。但是，常常人无能力做正确的选择。主帮助咱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咱甲保罗甲希伯来书。我用两段圣经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啥物人无人知，但是伊代表一个犹太人的劣币，犹太人的智慧者。所以叫做希伯来书，讲以色列的历史啊，但是伊讲一句话非常水，我有感觉这两句话，咱若深深想，你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真特别的生命。伊讲心窍习练通达，伊的意思是讲，我心内啊啦，忽然顿悟，老练。什么人会当安尼？有一个人叫做不做。悉达他，伊坐伫葡萄树，毋是葡萄树，菩提树的下骹，伊忽然感觉讲，我开遐搞操饭，我只要将无好的物件拢甲放空，迄叫做顿悟啦。希伯来的智慧是对上帝来，圣神的帮助呢，忽然互人心窍拍开，
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圣神今仔日摇动你的心，你甲上帝讲，求你赏赐我心窍习练通达。习练通达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伫你的内面有一种真自由的感情，真自由的情欲，真自由的念头，真自由的科目。但是，这个自由是下伫真理甲光明良善的自由，有无犯罪的自由，有无惊淫乱的自由，有无受气的自由，有赦免人的自由。这种叫做习练通达。兄弟姊妹有水无？咱这群人到老啊，到死啊，可能咱拢真难啊。但是莫做借口，虽然真难，咱甲主讲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我愿意。第二，随时随在，这是我伫讲道中间替咱的代祷。管恁伫凡事老练，管恁伫任何事顶管。任何时刻、任何地方、任何所在、任何代志，随时随在是这个意思。伫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所在、所有的代志，任何的人的面前，随时随在是这个意思。随时随在就是讲伫遮的任何事顶管，我拢代表主耶稣，我拢活出主耶稣伊的品格。上帝祝福咱这群草地人。上帝祝福咱这群真平凡的人，咱甲平凡换互伊真，安尼就无简单啦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要安怎得到自由？圣经讲，我有随时随在的。圣经搁内后壁讲一句，我了解迄个奥妙，随时随在的奥秘。保罗所讲这句话是一个信仰的道理。伊伫咧讲来讲，我了解上帝稳重的奥妙，我会当今仔日自由自在是啥物原因？第一，我的心互圣神感动，心灵比启蒙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。你有看到牧师上个礼拜给你传一段影片无？迄是一个最伟大的牧师，叫做潘霍华。伊讲德国人希特勒吼。甲遐纳粹党邪恶不可怕，因为因看会到，有一群德国的教会是愚蠢的。愚蠢不是因为因无受教育，是因为因伫因的灵命顶悬无法度分别好歹啊！也这，咱拢无爱，我嘛无爱做愚蠢的人，我嘛无爱做邪恶的人，对不对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主的圣神来对你讲话，你会改变。第二，圣神将上帝稳重的奥妙，我如何真做有韧性的生命？我要安怎操练我的灵魂？一摆的坚持，一摆的坚持，一摆的坚持。到有一日你年老的时阵，你咧坚持对的代志的时阵，就无真多的惊吓。少年的时阵，咱坚持的时阵。毋是敢若有惊吓尔，够有受气啦。若迄个决定无照我的决定，我哇，噗噗跳。兄弟，当咱慢慢，迄个看路永远在，但是随时随在。哈利路亚，祝福兄弟姊妹，愿恁的生命心窍习练通达，愿咱的子孙随时随在，不是只要我喜欢，什么都可以哦。不是安尼啊！随时随在意思就是讲，伫真理的顶悬，我有真正的自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要怎样伫一个困苦的环境中间，勇敢站起来？就算做耶稣伫彼得岛的审判的面前，彼得岛用真多理由问耶稣讲：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？耶稣甲伊讲：你讲的对。因为我是上帝的子比赛啊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真多的代志顶悬，勇敢壮大。民主不是真理，所以咱常常投票爱无记名投票，要秘密投票无记名。
一个那成熟的民主的社会，应该有什么主张？伊敢讲，我的主张理由是什么？但是要为着保护一寡人伊的主张，无搁去互误导的恐吓，所以需要秘密投票。所以民主的制度，毋是真正的真理，是多数决。命运的共同体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选择咱的立场，选择咱的思想。我搁重复讲我起头所讲，人生的力量对什么所在来？对上帝来。患难生出老年，老年生出愿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生出一份任性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在无愿望的时阵，犹原坚持信仰。因为咱知影上帝所想说的愿望，的确成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影响你的思考，也影响你特地上一个生命的转捩点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拒绝愚蠢，拒绝邪恶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所有的团练的中间，正在亲像耶稣基督的军兵，是一种的属灵的特种部队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读圣经伫圣经的内底祈祷。特种部队的训练，犹大书20章21节安尼讲。伫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佮有爱躲在上帝的慈爱和上帝听保护你，这三项代志。认真读圣经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。什么叫做圣神的内底祈祷？伫你的内心，在你的心灵当中邀请圣灵，邀请圣神，圣神来甲你同在，你的祈祷就袂加做没有果效的祷告。有真侪人的祈祷是拗念，但是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患难生出吞论，吞论生出老年，老年生出愿望，让这个背起来。伫患难的中间，你吞论，吞论的中间，你就试炼通达，试炼的通达，最后你就领受上帝为着你的生命所预备的生命的冠冕。这句圣经是这个意思，但是重要的是，人的品格不是天生的，人的属灵的品格是改变习惯，改变习惯，改变习惯。有真侪人无能力通改变，你已经养成的习惯，迄叫做上瘾。你已经互一个物件捆绑你，一个所有的价值观念捆绑你。你无法度自由思考，咱无能力通好计算。有的人有酒瘾，有人有烟瘾，有人有毒瘾，有人有情欲的瘾。兄弟姊妹，都只有主耶稣，互咱这个自由。也这你愿意甲耶稣做伙生活吗？你愿意这个主耶稣甲你三个弟弟，互你随时随在，凡事老练。兄弟姊妹，咱是安尼基督徒，咱愿望咱是安尼教会，对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记得，咱无外交，咱的能力在伫上帝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有人靠关系，有人靠军王，有人靠伊的背景家世，但是独咱我靠上帝。咱当心来祈祷，至圣全能的上帝，阮敬拜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思考一个甲阮人生真有关系的课题，就是阮要怎样才过勇敢壮大，生命充满正确的立场、正确的坚持，佮有韧性。拍死无退，这种的能力，所以阮知影，阮伫各方面拢欠缺。有当时阮安尼亲像青梅戆撞，有时阮讲毋对话，有时阮军队毋对人，
主啊，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互阮独持有学习一个功课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主啊，祝福阮的囡仔，互因将来做真实的基督徒，伫今仔日的未来的世代，荣耀上帝你的名。主，阮的囡仔甲阮同款，阮是心中的家庭，阮的囡仔就真有可能是心中的家庭。但是，阮要甲阮的囡仔做伙成长，脱胎换骨，成做真实的基督徒的家庭。求圣神听阮的祈祷，甲阮三甲弟弟夫妻帮助阮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安尼求，阿门。